哈喽，可就喏，要是你的你啊咯，没得比苗呢对嘛的是的，蹦得啦也得换几包喏，蹦得啦也得换是哦，就喏要你啦批发嘞，啊，可明年啊咯，就啦蹦得啦也得换批发嘞，蹦得啦也得换嘛家咯，啊，十磅可能是些喏，就喏可要是你的啊，你啊咯，啊是东西些你啊批发嘞，啊是东西些你啊批发呀，比如说蹦得啦也得换耶，你那里嘛我喏，啊话。出产的呀，伢一些的，比如像我们地大个里我们西家那的，也是可以不喏嘛。啊，假如人出产的嘛，哎，我们出产的喏，啊，照中间呢，主要出价啦，喏，出价啦，对啦。比如像你照片机类嘛，标红啊，机类是的，标红的伢一些话嘞，碰到啦，也是可以变那嘛，是的，交从对不嘛，对干你的标红机类批发的，比如好批嘛的是的喏，伢一些喏。比如新把出产的来说的嘛，交通机的吧，嘛，交通机的吧。今年啊，哎，交通机啊，某样的说了些的交通机的，也公有吧嘞，也的嘛，公路比吧嘞，某样的算的排队多拉路什么比话，我多拉路没有话，我苦啊，就那上样的么路，就那的啊，你要就那要新的批吧嘞，上样的么路多拉路也那批吧嘞呀，啊，对嘛，那交上去的，对嘛，哎呀，出产的那交通机那就那这样对他的，交通机喏，是吧？不如帮上来算，在只有实地帮上么喏，对嘛？累么着的啦，机呗，都也好嘛，喏，对哩喏都好嘛，对哩。好嘛，如果要西家来的话，买你点喏，买你点喏嘛喏，好嘛喏，好嘛，如果也他是不喏，嘛喏。好嘛，你家里也没他了吧？好嘛，你家里喏，对嘛？比如说，也比如新鲜啦，喏，也比如盐焗喏，也盐焗喏，嘛喏，就那边啦，喏。那么这东西是这样的，喏，哎，那公路交便宜的吧？喏，你大路我冇，公路交便宜的对吧？哎，